香港新界大埔嘅呢個災情，全世界都喺度關注緊，呢個離唔開媒體嘅力量。其實我哋可以睇到嘅唔單止係香港人可以睇到呢個新聞啦，國內內地啊，同埋世界各地嘅媒體其實都喺度宣傳緊呢件事，而且第一時間可以將最準確嘅資料喺線上可以傳播，咁就令到全世界嘅力量都可以嚟幫助到呢件事。所以佢嘅好處就係話，只要你通過線上嘅媒體去做推廣、去做宣傳，你想傳達嘅信息，基本上係迅速去覆蓋咗全世界。所以新媒體嘅力量係遠遠你諗唔到嘅。你睇佢嘅正能量，首先可以呼籲到世界嘅人過嚟做支持啦，呼籲到義工嘅團體過嚟做幫助啦。你需要資金嘅籌集啦，你需要物資啦，甚至乎你需要精神上嘅支持，大家都可以喺網上支持你。所以呢個媒體嘅力量係非常之犀利。所以我哋一直建議企業需要做宣傳，或者你嘅產品需要做宣傳，一定要利用線上媒體，因為佢可以無限咁樣幫到你。幫我點個關注啦，你就係自己人啦，後面仲有更多嘅獨家資訊分享俾你哋。